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4月初1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新闻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咱台湾甲别个旅游起跑，头一班的飞行机伫头拄起飞啊，规团123个人出发进前体检拢阴性。另外，关岛的观光局嘛正式来函，讲要甲咱台湾讨论旅游起跑的细节，想要互相开放。 政府鼓励民众买省电的家电，逐台佫会退税福利，这个优惠拍算要佫延长2档。来关心咱台湾甲别流的旅游起跑，今仔日起过，头一团的飞行机伫头拄已经起飞，规团123个人出发进前有先做体检。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嘛有亲身对外宣布讲，全部的人123个体检拢阴性的，真安全，会使安心出门佚佗啊。 很难哈，但是也不敢哈大意哈，万一有一个阳性哈，我们现在就有很多问题。不过全部都是阴性，而且在时间内都做好，所以这是一次安心的旅游。这123件哈，我们也在11点45分都提早45分钟都完成。那下一次这个下一场以后，慢慢的把这个等待的时间也可以再弄得更精简一点。 但是中讲，伊的心情嘛真好，伊真欢喜。等疫情过去，伊嘛想要出国佚佗，因为会当出国佚佗啊，现场的气氛是真轻松，大家拢喙笑目笑。下晡1点59分开放登机，按算2点半要起飞。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资本是叫是检验的结果，爱到12点半才会出来，也毋过有提早45分钟。这摆检验会当算是一摆演练，后摆整体的流程会当搁较顺势，速度嘛一定会搁较紧。 咱台湾甲别流的旅游起跑，头一团伫头拄已经出发啦。其实旅客一透早就先到机场分批做体检。来咱台湾访问的别流的总统惠恕仁，嘛会坐同一班飞行机登去别流。自疫情爆发了后，同机场出境的大厅，真久拢毋捌遮尔闹热啦。4月初1，台湾要去帛琉旅游的头一团准备要出发，互桃园机场真闹热，不少人拢未赴想要出国旅游。 疫情迟早会结束，总是要有人先带头出来玩，尤其是在关键时刻，我们要支持台湾跟帛琉之间的旅游泡泡。有稍微有犹豫一下，对，但是觉得说如果一路上有做好防疫，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对。未烦恼等来台湾了后，爱加强自主隔离的问题，出发之前，搁爱遵守防疫的规定，规团拢爱做伙，搁爱采检，所以下晡2点半飞轮机早起9点，搁爱组织。 大家拢有打纸方便识别，就资料的头一件代志，就是爱 PCR 采检。要去帛琉旅行团，规团的人拢组织了，即马个会叫好排队来到遮准备带美丽人叫做采检。需要采检的名单拢已经送入哩玻璃桃园病院，3人一组进入哩特别设计采检区，无到1分钟的时间，采检就完成。该等2点钟的时间，这2点钟的时阵，大家互安排伫5楼的休困区，甲一般的旅客隔开。 这个时阵，卫福部长陈时中甲交通部长林佳龙嘛来巡查，准备甲包机做伙等于帛琉的惠恕仁总统嘛到机场，要带台湾的民众享受帛琉。这场等378间旅游团，总共有6间旅行社，将近110个人参加。除了一般民众，还有成功病院的医疗团，还有媒体，做伙要体验后疫情时代的旅游生活。记者郭善台北桃园机场报道。 别流的总统嘛有先专工来咱台湾访问4天，这摆嘛对这座飞行机登去别流，伊伫离开咱台湾进前嘛有发表讲话。这一撮又甲咱总统蔡英文见面，嘛有去参观航空公司，也个水产养殖业等等。伊嘛有讲到两国的医疗合作，来听伊详细的讲话。Negative. So let me remove my mask so you can see me smiling. This flight and every passenger on it represent a step of moving forward. So we will continue to keep the safety measures in place so the Taiwanese citizens visiting Palau can feel safe, the Palau people can feel safe, and we can all have fun and they can all return smiling. Thank you, Minister Wu. Thank you to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warmth and hospitality that you've shown us. And we look forward for all of you to be visiting us very soon. I welcome all the counties.
这是秘鲁的总统惠素琴离开台湾进前上新的讲话。即马来关心台湾甲秘鲁的旅游气泡，今仔日起过嘛正顺利。即马关岛的观光局嘛正式来函，互咱的交通部观光局，讲毋忙要甲咱讨论旅游气泡的细节，因为关岛伫5月份就有一半人口做好预防针，伊嘛上阵咱台湾的疫情控制甲真好，希望会当两边互相开放。海风轻轻啊吹。树影摇来摇去，远远望去，清清的水面，海底的生物看现现。关岛伫疫情了后，当积极准备要恢复观光。上阵过去，上接去访问的亚洲3个国家，包括着台湾、日本甲韩国，积极来协谈旅游的专案。其中，台湾因为疫情控制了上好，关岛观光局已经正式来批，希望讲来协谈细节。台湾的疫情的控制，还有台湾的这个旅游。的数字啊，就是我们的国人的旅游数字，跟过去的记录上面都表示热忱的欢迎，也当然被列为说的最优先考虑可以到关岛去造访跟旅游的这个国家之一。旅行业者表示，关岛除了自然风景，购物中心也真受游客欢迎。台湾游客伫疫情进前是关岛消费力上悬的国外客。过去由台湾出发的中介关岛团，团费差不多4万左右。未来仍做确定用旅游专案的形式，团进团出，佮加上采检这个模式操作，绩效一定会较起。到时阵就要看航空公司甲当地接待饭店所开的绩效。价格永远掌握在所谓的供应商手上，供应商就包含车公司、地接服务社、航空公司、住宿成本。所以这个一高下去，我们预估至少要在7、8万以上。有防疫专家提醒，关岛也是有一寡疫情，而且岛上的居民状况比别流小可较复杂。例如台湾关岛旅游专案担心讲，相关的动线甲团体行程的规划一定要更加谨慎。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咱台湾甲美国关系愈来愈歹，严格中国对咱台湾的威胁嘛愈来愈深。国安局长陈明通今仔日是表示，今年是中共建党100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典型领导人的办事，对外歹称称，所以嘛增加咱国安的压力。最近美台关系升温，美国驻帛琉大使对帛琉总统访问台湾，美台签署海巡合作备忘录等等，典型友善台湾的态度。同一个时间，中国对台湾侵扰甲威胁是愈来愈严重。国安局长陈明通表示，今年是中共建党100年，明年会召开第2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展现应对处理主权议题的能力，和外部冲突的风险加悬，嘛增加台湾国安的压力。现在看起来，因为取消现在网上的任期，所以恐怕20大之后还是他。那他的政策我们当然想得很清楚。立委质询的时阵讲，在美中两国持续拼场的情形之下，敢会发展做新的冷战的模式？台湾若是选边徛，敢会要加入抵制新疆棉啊？也佫有北京、东欧，或者是两岸可能发生贸易战的。陈明通指出，台湾一向是支持人权甲自由，不过政府也未做出抵制的决策，嘛未演变做贸易战。因为北京也佫真依赖台湾出口的货。两岸接下来发生贸易战的机会不大。我想不至于的，因为我们有出口太多东西是北京所需要的，最核心绝对是政治的问题啊，对，所以它当然有政治的问题嘛，它有当然有一定的考虑，包括所谓统战的考虑，还有各方面的考虑，这些东西我们必须把它算进来。有专家指出，北京会伫北京东学了后，对台湾武力攻击，而且会针对澎湖。国防部副部长张德平表示，会把相关的议题纳入去建军备战的规划当中，而且会持续关注相关的情势。陈明通讲，北京统一台湾的野心一直毋捌放冷过，台湾应该要较坚心的，任何的时间都有可能。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会使举行保护海草大的公听会，邀请环保团体、学者甲政府部门互相对话。访问着讲，经济部敢嘛想要甲发起保护海草大公道的代表见面。经济部处长詹文生是表示，若是对方愿意，伊嘛真乐意。针对环保团体要求第3接收站要退出海草大，经济部是应讲，毋是所有的环保团体拢安尼想。
珍爱海草大公投特别成案，嘛，互海草大保育变成全国焦点。提出公投的环团认为，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甲关长工业港的开发会破坏海草大，但研究鱼类学者邵广昭指出，当地相关生态资料无啥够，伊认为海草大受到水质污染甲沉沙的冲击，比起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更较大。三接是不是一地新建、大滩藻礁的保护，两者之间其实是不见得有因果的关系。我们知道说，今天生态保护是很重要啊，但是我们要兼顾到生产跟生活，这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永续。或者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举行海草大保育公听会，经济部处长詹文生嘛出席，互问到是毋是要甲农委会相常、甲公投联盟成员见面。詹处长表示，若对方愿意，因正乐意。有关款团坚持三接应该提出大谈海草大，安尼感觉会当讲落去。詹文生指出，有其他的团体有无共意见。这一段时间也有非常多环保团体，他们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双赢的方案。那如果在时程不影响太多的状况下，我们也来考虑看看有怎么样的做法，可以让大家的疑虑减低。另外，有没有可能是现况下的这些方案当中做一些其他的推演呢？那让我们知道说，有没有除了千里藻礁、千里大潭之外，如詹律师所提的这个外推的方案，应该也要把它纳入评估的方式。地球公民基金会表示，这届并不是海草大公投决策小组的成员，但联动社会需要大量的对话。针对环保署前副署长詹顺贵指出，保护海草大才是目的，公投只是手段。地公表示，联动嘛较支持，若会当兼顾保护海草大甲恢复减少团的导赢方案，甲开发案向外海撒搁较远，会当做为选择之一。记者林丹昌为台北报道。来关心美国非裔查甫人弗洛伊德，去年被白人警察逮暗棍死亡，这个案件引起全世界关心。这个案目前伫美国审理，警察分署顶的录影画面嘛头一摆见光。当时检举弗洛伊德用假钱的收银员，事后嘛感觉真后悔。嘛有证人看到影片了后，后甲无法度讲话。这是涉案施暴警员肖文身上挂的录像器材所翕的迄当时案发的画面，为防逮捕上铐，甲人防压制伫涂骹，甲围观的人所发出的声音，会当听到弗洛伊德一直喊我袂当喘气。这也是案发以来肖文的录影画面头一届现光。此案的证人之一麦克米连安看完画面了后，情绪激动，当场哭出来。I know that this is difficult. Can you just explain sort of what you're feeling in this moment? I feel helpless. Let's take a 10-minute break. You can't win. I'm not trying to win. Go on, get it. And I'm trying to get him to understand that when you make mistakes, you're gonna go with them. And I was trying to get him to go. Okay, and you were saying, is it your voice saying things like you can't win? Yes, ma'am. And why were you saying that? Because I have had interaction with officer myself. 另外一名证人也是商店收银员，19岁马丁表示，伊甲弗洛伊德伫店内短短的讲话过程中，发现伊怪怪。You just had some signs that you thought he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mething? Yes. When I saw the bill, I noticed that it had a blue pigment to it, kind of how a $100 bill will have, and I found that odd, so I assumed that it was fake. Why guilt? If I would have just not taken the bill, this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弗洛伊德案发2020年5月2号发生了后，引起全美国关切，并且有几啊件的暴动示威，更加造成全球串联关注种族歧视问题。涉案警员肖文否认谋杀误杀的指控，辩护律师表示，到时阵法庭上的攻防将以当时的弗洛伊德食药的过量、健康状况无好为主要的方向，来证明警方使用武力压制合理性。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意大利有一个海军的船长，因为涉嫌泄露机密，互洛西亚的外交人员互宪兵抓去。意大利的外交部嘛对洛西亚的大使表达抗议，嘛赶走2个涉案的外交人员。北约组织真正传出去俄罗斯渗透。3日暗时，意大利一个海军舰长伫罗马一个停车场，甲俄罗斯大使馆的人员见面，转随去予意大利的宪兵逮捕。
而且伊嘛有保有军官的身份，伊去用指控讲去俄罗斯收买去，佮提供机密的文件给俄罗斯，95000块欧元，差不多是167000块的台票。 Oggi quello che è successo è inaccettabile e ci saranno delle conseguenze, su questo non c'è dubbio, perché al di là di quello che avviene non è accettabile che si vengano a pagare nostri funzionari della Marina Militare, un nostro funzionario della Marina Militare, per avere informazioni NATO. E quindi non si mette in rischio solo la nostra sicurezza, ma quella di tutta la NATO. E questo non lo possiamo accettare. 意大利共和报指出，这是冷战结束了后，意大利甲俄罗斯之间上界严重的外交事件。顶一届类似的事件发生在1989年，迄当阵意大利伫境内遭到俄罗斯甲保加利亚的间谍。俄罗斯驻罗马大使馆已经证实，外交人员去互拘捕。克林姆林宫是表示，还搁咧了解事件的细节。Мы не располагаем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информацией о причинах и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 этого задержания. Это первое. Но мы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надеемся на то, что весьма позитивный и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российско-италья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получит свое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и будет сохранен. 意大利外交部虽调遣俄罗斯驻意大利大使，而且把这两个涉及这个间谍案的外交人员赶出境。意大利外交部强调讲，间谍案是真严重的，涉密文件是涉及北约情报，唔但威胁到国家安全，也佮威胁到规个北约，因为安尼就要佮欧洲盟国密切合作。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镜头搁倒来咱国内，咱来关心政府鼓励民众买省电的家电，逐台搁会退税福利。这个优惠自本是到今年4月、6月14到期。不过行政院伫今日确定讲要延长，要甲这个优惠延长2档。对促进节能减碳成效卓著，一年省下了4亿度的电，相当减少22万公吨的碳排放，同时也减轻民众的负担。本次的修法将购买节能电器、冰箱、冷气、除湿机最高减征货物税2000元的优惠，再延长2年，持续鼓励民众购买节能电器，既环保又省钱。行政院表示，鼓励民众买节能省电的家电用品，会当退税这个优惠，一年会使省4亿度的电，等于是减少22万吨的碳排放。节能减碳的效果真好，补助甲真会好，所以拍算修法要延长优惠，好着民众嘛会好着地球。亲像讲买冰箱、买冷气、买小冷机，也是买除湿机，买节能的家电，上悬会使省2000块的货物税。再来关心调查局甲6.5公斤的毒品拍无去，涉案的涉市的调查官洪收押。调查局长李文忠今仔日是公开会室的，有立委即马是烦恼讲这毋是个案，法务部嘛强调讲已经下令全面清查，一定会办到底。检方侦办调查局拍无毒品案，达到6.5公斤的安非他命拍无去，怀疑有藏内鬼。进前指挥北基站再次约谈迄个时阵担任航基站县市的机动组长，这件代志还阁继续调查。调查局长李文忠伫初一到立法院接受质询前，再一次会室内。所以我们航基站疑似毒品这件事情那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啊，我们再次的表达。道歉跟遗憾。调查局长表示，依照涉案毒品处理流程的作业要点规定，会加强毒品的管制，只是煞引起立委的质疑。作业要点并无列入安非他命这个部分毒品，甚至以往也阁有这个毒品藏伫调查官的办公室内底，家己保管。这个案子针对就是安非他命的个案呐。对。就你跟我讲这个办法可以处理，那我又告诉你这个办法里面没有提到安非他命，这不是？逻辑上不太通吗？就只能从周边的部分来，从那个强化管理。另外，有立委表示，对这届涉案县市的前组长，以早捌欠信用贷款的钱，即马伊的家后却是会当伫网络顶登好业，批评政方廉政这个单位敢讲无自清调查。你们有没有把它列入高风险的人士？有，本来就有，是不是？是，本来就有。但是本来就有，为什么他可以长时间一直在航基站里面？县市组长因为有大批不明的现金，去法院收押了后，目前已经停职。若是立委烦恼讲这毋是个案，法务部长是强调已经下令全面清查，会查办到底。
记者综合报道。第61线西滨快速道路2月2日发生21台车弄做火，造成2个人死亡，8个人重伤。为着要解决这个路段，避免因为大雾出车祸，公路总局即马打算要伫民国111年3月份进前，伫全线设16搭气象站。目前分林四湖路段也有嘉义东石路段都已经完成。2月21号下晝7點外，為了西濱快速公路雲林和嘉義交界路段，疑似因為濃霧造成21台車連環燒龍嘅事故。為了要強化西濱快速公路及時嘅用路狀況，公路總局已經喺雲林4號路段、嘉義東石路段完成氣象站嘅建設。比如說能見度不好的時候，我們會結合上游的資訊可變標誌，我們會發布說那邊這個路段那個能見度不好列入給那個在這個台61線這個路段開車的民眾。公路總局表示，西濱快速公路氣象站建設今年會先完成中華到台南路段6站，至於全線總共16站嘅氣象站，將喺111年3月完成建設，會結合會當變標誌和公路 APP 等管道，來發布輻射濃霧強風等異常嘅氣候事件。一個建議的氣象站。那其實我們這邊是希望公路總局可以透過所謂的 CMS 系統，或者是細胞簡訊的方式，在濃霧到達一定警戒值的時候，可以透過這些方式多宣導提醒用路人。公路總局表示，第61線目前設置84面，會當辨識嘅自行牌面，若車開咧濃霧區，會當喺3公里前提醒開車嘅人減速小心來開。至於細胞信息嘅推播，佫需要考量各地方嘅電信，因為接收站距離無同款。可能會造成唔用路人未接到信息，佫需要按年討論實施嘅可行性。記者為你報道。厝價關尤其是中南部的市中心直直起價。根據內政部嘅調查，6都以台南市起上懸，有2.39%。若台中、台南、高雄厝價嘛已經連續10季攏起價。觀察全國房價關鍵指標，主體價上嘅指數佫創下歷史嘅新高。根據內政部公布數據顯示，全台灣主體價上嘅指數來到108.17，比頂一季升懸1.2%，創下歷史嘅新高。6都主體價上指數也全面較起，台北市為2020年第二季開始起，已經連續刷3季有較起。新北市、同市是連續刷7季有較起，台中市、台南市、甲高雄市是連刷10季有起價，尤其是台南比頂一季增加2.39%，起價上明顯。台南的這個區域，它有一個我們講說所謂的一個科技園區的一個力度，基期相對比較低，所以其實它在價格的一個表現上面，就會比其他的一個區域來得更為的明顯。另外，內政部也公布俗稱買厝痛苦指數，房價所得比。全國平均是9.2倍，比去年第3季增加0.01倍，等於是全國民眾買厝平均需要賣食賣啉超過9年。相關的也是台北市，愛賣食賣啉將近16年，新北市就愛12年以上。雖然中銀行提出2波選擇性信用管制，不過學者認為講房價也是會繼續起，而且今年第一季主體價格指數都會反映出來。因為房市依舊還是擁有所謂的一個房貸利率處於在低檔，海外資金回流等等，在建商土地跟營造的成本還是居高不下。其實，在房價的部分，可能還是會維持在一個相對的高檔。根據財政部的資料，去年個人房地合一稅收超過119億，以台中市上界最，年淨率竟然達到165%。過來就是桃園、高雄不動產業者是表示，顯示房價增達。核利銷售的交易量創下新高，呈現到量增加、價數較起的趨勢。若是房地合一稅2.0，伊個上路進程，也是會出現一波買厝甲賣厝的熱潮。真濟上路了後，上過熱的房市可能就會緩和落來。記者綜合報道。明仔載開始清明連假休4天，民眾有人會用潤餅來製作。台南的潤餅內底除了放傳統的兩絲、高麗菜，也有豬肉。即馬為着要鬥銷往來，嘛有甲往來攬入去潤餅皮內底。一張一張的潤餅皮，佮加上兩絲、高麗菜、肉等經典的配料，一個台南在地味的潤餅就做好。清明連假就特別來到，民眾大部分攏會準備潤餅來拜祖先來食。不過，隨着傳統潤餅業者變少，今年潤餅的買氣嘛成長2成。
迄个轮饼皮伊搞的较好个轮饼较好个有无去，旧年就袂安尼啊，因家己切爱家己搞，迄无你切的话就无让客人谈宜酒啊。有差多2成。包的当然会做啊。对。包的。这个也是。就其实偶尔吃，你真的有时候就想要吃一下，就是应景嘛，涨一点点其实都可以接受。毛摊商是推出新口味，轮饼皮是掺入去往来，佮加上新菜、当季的水果甲往来，清新的口感，互民众加一个选择。酸甜的新口感，往来创新轮饼，嘛互在地往来加了一个新出路。今年熊因为中国它停止进口台湾的凤梨，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也是平常的时候就要让凤梨的销路能够畅旺。我们金钻凤梨坦白讲，甜度爆表，口味可以让它多元化。因为往来外销受阻，台南市府嘛配合推广，台南传统市场对4月到5月期间，嘛将会伫各公有市场办理侪场往来促销的活动，用往来国家队的概念，专利行销在地的关庙往来。记者郑混大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嘉义县环渡乡一间度假村站导火烧。因为现场拢是柴建筑，一时规区全部拢烧起来，火真大，看到真惊人。火伫半点钟就拍花，加彩无人伤亡。嘉义县当年度假村31暗先听到几多声爆炸的声音，尾仔就导火，火真大。嘉义县消防局总共出动5个分队、10台消防车、22位消防员加20位义消来拍火。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啊，那个办公室那边啊有存放印加果油，有听到那个爆炸的声音，啵啵啵啵，我们就前面来那个极限火势。业者讲，唔知影导火原因是电线烧拍电，也是天气伤过打扫。因故认为火正紧就被控制，未影响生命连假的营运。目前我们那个有受到少部分的第一个古窑区还有我们这个农特产部这一部分至于说我们的整个烤肉区跟大部分的古窑区跟木屋都不受到影响。导火所在伫咧土窑区加卖农产品的所在，火烧着的面积差不多200平方公尺，无去影响到大数的所在。火伫咧暗时11点38拍花，导火原因也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4月初6，中部要开始分区限水。台中市政府今日早起，搁一摆进行对抗可汗演练，模拟供水站出现各种状况。市府是望讲，伫正式限水了后，拄到问题会当随排解。民众挂着水桶来到庙前的供水站准备灌水，不过煞有人袂等哩直接插队，甲其他等待灌水的民众发生口角冲突，里长出面协调嘛无效，上尾也搁出动警方到现场处理。这是模拟供水站出现的状况。台中市政府为了应应刷落来分开限水，一何在处进行抗旱的应变演练。距离这个下个礼拜2已经快到了哈，也因此呢，本市这段时间不断的在进行演练哈，让市民朋友了解说，第一个希望大家节约用水，第二个希望在停水期间呢能够储水备用。第3个，如果万不得已，那实在储水备用不够的话哈，那我们会有300多个点提供自来水。除了烦恼供水站伤侪民众排队，引发无必要的冲突，对于如何协助行动不便的民众，也有供水站出现水量不足等问题，台中市政府嘛拢已经定出相关的处理流程，提供民众灌水的民生用水供水站，拢是供应自来水，做滚就使啉。原则上，这个是在停止供水的期间，就是周2或周3或周4、周5的时候，真的没有水的时候，就市民就可以来我们这个供水站哈，来取水。那这供水站是常驻的。台中市政府表示，目前甲自来水公司配合，已经规划338位民生用水临时供水站。若是要用咧压水处理清洁等，非人体直接接触的触及用水，会使到水资源回收中心，也是新建建筑工地来灌水，将自来水留予必要用水，减少无必要的浪费。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嘉义阿里山美国线沿线有真侪特殊的地形甲景观，最近有真侪人来行打。年初时，家己的林管处咧征收步道，甲这个所在封起来。想袂到警政府歹徒趁机会，即摆偷错查，当场抓着2个嫌犯，即马已经互移送法办。
弯翘的具体的遗迹，也佫有沿途美丽原始的林貌，互阿里山棉花线变做真受欢迎的景点，煞嘛是山鸟市肖像的目标。警政署保7总队接到通报，3月30号掠到2名盗墓的嫌犯，并查到台湾扁贝15地，总重412公斤，市价超过50万。近期嘉义林管处进行民院线的维修工程，暂停开放进入，嫌犯等人为避开游客人潮，利用民院线封闭期间，趁机盗伐珍贵国有林木。保7总队伫作案的现场，阁查到简易型的台车，这原本是阿里山铁道维修的助力工具，想袂到煞变成山鸟市的作案工具。林管处表示，嫌犯偷盗的是珍贵的国有林木，会以新林法加重处罚。盗取的是台湾扁柏，是我们的那个贵州木1级木这样子，所以加重其刑1/2。徒刑的话就是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罚金的话是并科章额5倍以上到10倍以下的罚金。棉花线因为有伊亚兰自然保留区是珍贵的森林资源，入面需要申请。今年初因为塔山步道整修连带封闭，6月才会重新开放。只是想袂到封闭期间无游客，颠倒互山鸟市有机会落手。保7总队表示，这个案件会扩案追查。后续会甲林管处等单位合作，加强巡逻查缉，防止有心人士搁犯案。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嘉义报道。镜头来台东县政府3天前招商，要伫资本湿地起太阳能供电示范区，不过这是引起当地原住民也个环保团体抗议，有提出诉讼。不过今年正月，最高行政法院是判讲供电案会当照起，只不过即马客局4月23就要到期。厂商甲搭也未摕到用地许可，原住民甲环保团体今日出面要求县府爱甲厂商解约。卑南族卡大地部部落族人摕到抗议票语，初早起到台东县政府တင်前抗议，要求县政府停止3年前甲供电厂商签订的资本湿地供电示范专区开发。族人讲，这项供电开发案，县政府伫4年前规划初期，并无得到部落自商同意，到招商也签订契约，而且要求厂商爱得到部落自商同意。只不过事后的自商同意，嘛敢若是利用原计划规范无完善的情况下所进行的，造成部落分裂，而且开发也可能影响到湿地200多种野鸟的生存。去年厂商阁要求订年契约1年，部落的意见领袖今日要求县政府爱甲厂商依法解约，卖互卡大地部的部落变作政府自商同意权无完善情况下的牺牲品。这个1年的期限到今年的4月23号也即将要届满了，但是到现在胜利公司还是没有完成用地的变更。县长，难道你愿意让我们这个开发让部落继续分裂吗？县政府表示，契约当中有未当算伫双方利约保证的条款，去年受到各种客观因素，顶延1年到今年4月。目前开发的进度已经送到内政部营建署进行审查，双方合约也搁在进行。县政府当然必须要审酌我们合约的规定，以及法令的一个规范，还有事实来做处理啦哦。卡大地部部落族人今日要求契约未当搁展延，一旦伫4月23契约届满前，县政府也是未当提出互部落满意的正式回应，也有可能串联各地部落继续抗争。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海峡最近接出现看到大型的鲨鱼，互游客是看甲真落痛，认为应该是禁止掠鲨鱼了后，护育有成有成果啊。也毋过有爱钓鱼的人是讲，这鲨鱼拢会挖进船啊，要讨食。检判讲，这是海中的食米变少啊，这是渔业资源欠缺的精神。这是专门从事海上钓鱼的单身生3月26日花莲海峡所拄到的豆腐鲨，当12公尺，并无惊生分，一直维持渔船的4块肥，亲像是互钓鱼用的南极虾上来。碰到我们船尾就不走，第一个感觉就是他要来吃虾子，然后我们就是丢饵料给他们吃，吃完游走，然后又再回来，这样来来回回大概10几次。继当港3月27日，花莲小海洋船也伫同款的海峡，拄到另外一只15公尺的豆腐鲨，也是挖进船边乖乖互船顶的游客翕相，也毋过小海洋船规定袂使饲物件，所以豆腐鲨无偌久就离开。进补的动作之后，那其实它的数量可能因为友善环境的关系，数量越来越多，那数量开始做增加。可是它到底增加到什么样的数字，目前应该都没有人知道。
也毋过也有钓客私下表示，豆腐沙下土价基本上是甲渔业资源库卡有关系。鱼真歹钓，倒钓本数颠倒袂少。世界经济论坛就捌讲，2005年海中的本数会比鱼啊较侪。其实，在海洋的环境来说，它的影响很多。海洋废弃物，它就是影响那渔业它可能也会有，所以它的成因是很多元的。动保团体表示，豆腐沙天生爱挖近存食，所以渔民建议公沙。菲律宾也阁有甲豆腐沙共游的唱水活动，代表伊的个性真温和。因过提醒民众毋通饲，以免改变野生动物的习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影音平台拍算伫今年顶半年推出，文化部原本是以限制成就表邀请公司去投标，也毋过书面审查并无合格，所以并无通过。依法嘛无法度补件，造成一切拢爱定来。文化部长李永德会知影伫立法院面对立委提问，伊是放调讲，假使8月份无法度推出，伊愿意负责。强调这个主国家队的意思就是说，要突破单一媒体的格局要广邀不同专长的把它结合起来。但我刚刚这样听起来，就可能会邀中央社。可中央社它必须要经过它董事会有意愿，我们才会。对啊，没有。可是你们对，因为刚刚您的说法限制性招标嘛，对，就是邀标嘛，对。所以你刚刚又说另外一家，所以我就听您的意思，应该就不会是公视了。不会是公视，我非常明确说，外界关心国际影音平台后续的处理，李永德是表示，因为公共电视已经无法度补件，所以刷落来有3种方法，一种是限制性招标，成立基金会，无就是公开招标，这3种，1个月内一定会做出决定。若是使用限制性招标，公共电视已经无资格去投标。李永德是强调讲，上界要紧的，即马是爱组一个团队来执行，唔免用现处时媒体方式，也是媒体规模去经营。中央社嘛使找人合作，互公共媒体甲商业媒体组织团队，安尼嘛是会用的。咱台湾同婚合法化已经要2周年，因为同婚专法内底是限制讲，只会当收养配偶亲生的囝儿，无法度收养无血缘的囝儿。今日有民间团体甲同志翁仔某出面表示，伊要透过诉讼争取权益。为细汉查某囝唱生日快乐歌真快乐，喵喵甲维维交往16年，去年经过法院裁定正式收养囡仔，也毋过因为同婚专法的限制，敢会当收养配偶的亲生子女，致使着同志无法度共同收养无血缘的子女。等于是要轮流请育婴假来照顾都无可能，所以才会出来提起诉讼。为什么身为同志在台湾要一直感受到这种差别待遇跟歧视？对我真的很生气。真侪倡议团体认为讲，即卖法律无完满，致使着无完整的侵权，限制想要爱囡仔已经结婚的同志，袂当共同收养子女，也无法度收养配偶的养子女。他其实是在双薪的家庭里面生活的，但在法律上他还是单亲的状态。那我们认为这是非常不符合儿童最佳利益。事实上，他们可能做的这个准备比起这个异性的一个夫妻，可能还要做得更好。比如说他们的一个亲子的一个职能，包括喵喵等3对同志收养家庭，将伫倡议律师团的协助下，向法院来提起收养配偶、养子女的收养申请。这个部分我们觉得对孩子的权利是保障是不周的，所以我们这个案子我们会从1审开始打起。那我们当然最终是希望走到大法官的宪法诉讼、宪法法庭，希望可以把这个案子翻转过来。强调未来希望官司会当一直进行到宪法法庭来争取改写宪法。目前也有立委伫关心这个案，希望透过着司法的管道，为同志收养家庭争取完整的侵权。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调查，咱全台湾学生囡仔的体重无下标准的，上重的、上轻的计共占35%。有民间团体甲立委伫自动节进前，是呼吁中央爱赶紧立一个学校食食营养促进法，增加学校内底营养师的人数。菜西、肉、甲饭，全台湾逐工供应买180万份的营养午餐，不过食食敢有够营养嘞？中华民国营养师工会指出，全台湾干达538位营养师，平均一个人爱过3000外的囡仔，而且国内囡仔的体重过重的比率占约27%，认为台湾就爱赶紧制定学校饮食营养的促进法。各地的这个定价的合理化也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很多学校已经努力的采取有利标，可是还是有很多学校
要是采最低标，那也就是会用那个17块钱来当做一餐的食材费，这样的现象是出现的。民间团体和立委批评台湾伫咧2002年就制定学生卫生法到达18年啊，不过并无针对学校提供食食的卫生管理方面定相关的规范。全台湾体型和健康无合标准的学生已经占全国学生的35%。因认为中央得爱下修营养师的门槛，增加人力。全国3900间国中小学呢，它现在目前是只有497位的公职营养师，等于一个营养师呢，他必须平均要照顾到8所的学校。原来的40班设一个营养师，可以把它调整，20班就应该要设一个营养师。教育部国教署也回应，即阵高中及以下学校遵照学校卫生法，计共着请481位营养师，实际上请的是超过这个量，有538人。不过，敢无法度降低营养师负责的班数，这牵涉员工人数的总量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有关爱和地方政府沟通，取得共识。记者民警郑派文台北报道。镜头来屏东，虽然屏东的人口逐年在减，也毋过潮州这2-3冬户口数颠倒是增加，人口是依次变济拢无共。去年阁成做屏东县第2大行政区，少年家愿意返来故乡，也是对外县市搬来遮住。公所表示，主要是因为交通利便，大型的公共建设拢有在做，哪来有发展的缘故。潮州市区这间民宿看起来真舒适，阁有专门予爸母带囡仔来住的亲子房。头家就是这对翁仔某，4年前翁婿辞掉南科的头路，才带牵手返来故乡创业。以前旅客来潮州只是食一碗小冷面就离开啊。我希望讲伫潮州做一个较温馨的民宿，会使予旅客住一暝啊。张淑如是高雄人，伊对翁婿经营民宿，嘛看到这几冬潮州的发展，无共款。例如说盖者连锁进驻，盖者年轻人返乡创业，返来故乡潮州定居的，阁有伊。杨淑玲本地嫁去中部，伊伫7年前返来接手老爸餐厅，后来因翁嘛做伙搬返来潮州住。我嘛有学姐等来伫小冷冰遐，也咧卖鸭翅。嘛有同学自己开了一个泡芙手工的，很多的朋友在这2-3年真的回来的很多。哪来哪济北漂的青年返来，所以即马伫潮州透天厝一间一间起，阁有袂少公共建设，观光旅客嘛变济。虽然屏东各乡镇人口一直落，潮州的户数却增加。去年出生的红婴仔嘛较济，潮州拢维持伫54000人。外来的人多好补，才会往生的前辈啦。伊就表示讲，每一年拢有200几个迁入来潮州，有可能少年家囡仔伊临时要来高雄创业的时阵，伊伫遐买厝买袂起，有可能你来选择潮州。你有8巴方便，半点钟40分钟就当到。你有火车方便，你食头路拢无问题吼。王建元认为，潮州厝价虽然有起，也是比高雄市、屏东市俗。上重要的是交通利便，民间愿意投资，自然吸引少年人来定居。所以，即马县府争取高铁延伸，嘛是希望交通利便会当抢救屏东人口的问题。期待中央就是能够提出一个完整的一个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好，或者是怎么让大家能够就是安家立业的政策也好，我想这个都是可以中央如果能够让全国一致，不会因为是偏乡的关系，那我们的就业机会就比较少。对咱南部来讲吼，其实上根本的问题吼，主要是咱的工课机会吼，甲规个产业的转型吼。其实这个部分吼，莫阁重北轻南吼，那这个部分政府爱用上骨力的做法，规个来做一个调整。少子化趋势之下，地方拢咧拼抢人，学者建议中央爱用行政院的管道，成立专门办公室，整合各部会，解决台湾目前的人口危机。记者邓阿文为做屏东报道。
台北国际册展因为疫情的关系，这2档拢停办。原本册展要展出的公民册区，即马伫上山文创园区做展览。加强有40多间出版社、28个 NGO 团体，也有独立册店做伙参加。台北国际册展为2017年开始，由独立出版社、独立册店和 NGO 团体做伙合作，杀出公民册区，展出多元创新有台湾精神的出版品。今年台北国际册展搁再因为疫情取消，但公民册区的团体特别把展出内容刷到上山文创园区的5号仓库，为4月初1展出到初6免费入场。所以我们这次就分了4区。一区是独立出版，一区是独立书店，然后一区是 NGO 组织，他们的一些很多团体集合在一起呈现这样，然后另外一区就是独立摊位，有一些大块文化、书林、Remove 电子书，然后还找了2个小的饮食摊。老侪表示，主办册展以来，都是尽量想要好内容活泼精彩，所以这边公民册展的规划，除了有册通看，嘛有实物，阁有讨论各种社会议题讲座。我有推出两个作品，一个是讲难民的，就是没朋友只有3。马鲁斯岛狱中杂记，那这本册是住在伊拉克的一个记者，他逃离了伊拉克，逃离自己的国家，马鲁斯岛还有一个难民营，所以伊故事就是讲伊的逃离的过程，甲迄难民营的状况安尼。除了台湾主题讲座讨论，嘛有 NGO 团体举办的真人图书馆，就是 NGO 团体会有真人在现场，有1个小时的时段。然后你可以去跟他讨论，你这个团体在做什么事情，在讨论，在倡议什么样的重点议题，都可以在面对面的交流的时候得到一个回答。公民册区其实是为2011年由老济、刘祖华和陈夏明合作的读字去旅行所衍生出来。为原本干那独立出版社，后来加入独立册店、NGO 团体，规模哪来哪大。今年嘛拄好是公民册展的10周年，主办单位邀请民众趁连续假期做回来踅册展，享受阅读的乐趣。记者杨淑晴、曾慧文、夏桂林台北报道。伫屏东潮州有一个收藏高人，伊自细汉就将介意收一寡古早物件，甲囡仔耍。这几当伊退休啊，转甲引导去做古物博物馆，希望用这款方式来行销故乡，嘛展现古早物仔的价值。这个还是比较小型的。除了有早时的翕相机、饮料罐仔、甲脚踏车，阁有各种的册包、留声机等等。介意收藏的老校长，自细汉就收集真侪古物，甲囡仔耍。退休以后，伊转到潮州，甲徛家打造做一个古物博物馆，希望会当甲大家分享伊的收藏。对铜碗很有记忆，渐渐的把这里就开辟成一个是类似有古玩店、铜碗店、干妈店这种概念出来，这样很多是古早的玩具啊，然后还有那个零食，非常的特别，而且那个留声机应该现在非常非常少见，就是可以来这边可以挖宝，我觉得是潮州一个很不错的亮点。老校长讲，希望透过分享的理念，和潮州会当有一个所在，通看见台湾在地文化甲特色，也提供一个平台，和一寡和伊同款的收藏家会当互相交流。刚好我又有对这个有兴趣。就把一些我们可能以前比较台湾纯粹的台湾的文化放在这边，让人家参观甚至让人家来共享去玩这样。这个特别的古物博物馆是在城人北，唔但吸引各地民众来参观探访，阁有人会专工来摄影，伫网络顶悬刊文分享。老校长也强调，伊会以爱分享的心情继续收藏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新兴障碍艺术家黄丽安，人生拄着车祸，跌着食道癌，拄着这不幸的代志，不过伊并无失志，透过画图，把伊艰苦的心情拢画出来，鼓舞人心。这部作品叫做《我没有食道了，我无食道啊》，是由身心障碍的艺术家黄丽安伫食道癌做手术了后画自画像。这幅图是伊失去食道、接受命运创治的心情，也为伊的生命经过做一个记录。就是拉到，因为食道切掉，才拉到胃，拉到食道这里，所以你会看到没有胃。那时候为了那个，因为要万死啊，所以我很痛苦啦。我都在家里画画，我的画画就把那种痛苦的那个
就忘记了，因为我专注在我的画画当中。3岁就得小儿麻痹的黄丽安，自细汉就咧学画图，不过一开始伊并无行艺术这条路。10多年前，伊因为车祸受伤，搁得食道癌，后来又搁失去头路，正是无米咸论过。不过黄丽安因安尼注心画图，创办台中身心障碍艺术发展协会，免费教画图来鼓励其他的患者。所以说，我现在在社会局，我在教那身心障碍者，我就很了解他们的需要。当我这样画画看到他们这样的表现，我就会看到以前我就跟他一样，以前我是这样子啊，那你会更容易去跟他们，就是说会心灵相通啊。黄丽安的作品唔但鼓舞伊搁再向前，也鼓励其他拄长不幸的艰苦人。虽然春天无久长，总是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五彩的春光。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者，咱来关心下半部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8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9度。外岛是17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将请顺心，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